當中我哋處理咗123名傷者，有51名傷者於現場證實死亡，而其餘72名傷者，我哋亦都將佢送往醫院繼續接受治療。是次行動中，消防處有8位消防人員受傷，佢哋全部情況而家係穩定嘅。好不幸，我哋有一名消防同事於救援期間英勇殉職。大家都會睇到啦，涉事嘅7座樓外牆嘅面積相當大，亦都有不同嘅竹棚或者有一啲帆布去包裹住，而呢啲帆布同埋竹火會令到火勢嘅蔓延非常迅速，導致我哋嘅消防人員咧喺處理咁大嘅面積底下咧係有一定嘅難度。咁我哋之前我哋有同事都講解過，我哋喺滅火救援嘅部署戰術嘅運用咧，係一層一層咁推進上去。而家剩翻嘅樓宇裏邊咧，我哋推進係順利嘅。咁儘管火場裏邊嘅高溫，但係我哋要一層一層去破門入去，再推進上去咧，亦都有一定嘅難度。最後一方面咧，就係樓宇面積裏邊咧，都係相當唔算太大嘅。我哋已經係計算過喺面積裏邊咁咧，已經係放咗若干數量嘅消防人員進行滅火救援工作㗎啦。比方說，一座大廈一個樓層，我哋講緊係用緊8隊車更、9隊車更，甚至乎更多嘅手疏隊落去做。所以換句説話嚟講，更多嘅消防人員擺落去咧，基本上咧個效能我哋都會不時檢討嘅。